哦，夹到的啦！哦，爱个鸟拄我饮鼻痛呐。有按欧巴么啊？老公，大早批乱可比雷公上。娘问按欧巴。三哥从来闹连连，向下糖果来结业。拜托，那个大批乱啊！你向雷公喊他太上啦，一十年我知道向欧巴嘛。有我爱形容真嘅当欧巴，我讲欧巴嘅朋友比较夸张，因为啊上个礼拜有人收嘅朋友本去哦，哦，其实傻批哦，佢租个敞篷车，上个香车配美人，忙地一上车做唔得事，因为冇油，柴油唔咩几啊。加油空嘅都请唔到，当建设咧。你讲个样啊，就想到吼，福山雄先生吼是拿一束山果来比例的。佢拄我讲拢爱朋友咧。系啊，唔通的吼。阿哥那何必一家排虫呐？作声那三夫一样送呐。爱我做，还有咧，那个吼拿到河坝浸一下，几条河水变盐塘，太夸张诶！就会夸张哦。傅先生讲啊，也三个的创始就会按用啦。我说节目一开始啊，来谈一出啊，动夸张，不过啊，还重新谱曲，当好谈的南吴对唱新花开。谈看啦，细人子，人家糖队出当好糖的人，对唱新花开。系啊，你看耶稣国的创始啊，迄咩写到当欧巴又当神奇啊。嘅系哦，谈恋爱谈到昏天暗地喊欧巴。不过啊，不得不批复啊，漏一批加多人啊，写创始迄种想象力很丰富。你那种演技啊，大家就谈过恋爱啊，你看安样去形容哈，谈恋爱嗰种欢喜、快乐的心情呢？你看人家写都几好诶，嘛个日头
你转，你讲还跌到天来哈，虽然谈迄个当欧巴，不过欧巴都当得影响啊。佢通安尼讲啊，就相当的细细的时节，韩国艺术山歌，佢歌词咪真欧巴咧。真紧哦，连麦莫连太巧娘啊，夜夜衰木江明床啊。大屁何必雷公山，哦鸟何必阴笔头。等，我再讲下迄个好冇？人家讲的夸张又传神啊！那个夸张传神，一三年就爱讲人歪的比你的也歪。拜托，开玩笑的啦，总讲一句啦，嘅山歌的唱词吼，就个欧巴系特色。你做唔得，乜解就欧巴错嘛？有的时节吼，相对啊，你点都爱报数。哦，跟正按讲出个无腔的情形，出来唱无腔的山歌，跟嘛情形之下爱报数咯。俺咧用男之前哦，老人做比方啦。好啊。比方讲，也很中意一只细妹嘅，冇可能會直接太淡嘅表示出來啊。咩有可能講對方根本就唔啲唔中意佢啊，佢有種感覺，都習慣啲就吃到特別油、特別沉。哦，出去單相思嘅時節唱嘅山歌，所以較報數咯。係啊，古數殺下來啊，然後彈一首啊，咩重新來譜曲，報數地背要帶到嘅奇妙嘅風蓮。好，连发流。
少年子啊，俺用的糖哦，就糖唔出嘅树歌曲有乜个单相思啊，还有感动人的爱情故事啊。咁你都在糖到乜嘅啊？我糖到一个西来记，爱高比糖撒凤莲，一开始啊，路唔同，但路同诶，花有掐脱咧，其实吃了当大爽。唔看，也就係作雜果面嘅地方啊。我慢講，唔發肥地會上上啉嘛，做得留幾類鳳蓮有冇？上上都係唔中意嘅人啊，也路難通，就當到佢兩啥同行嘅嗰種門戶之間嘅困難還有阻礙啊。哦，記住等路通嘅以後，佢解決佢自己困難，唔過你細妹出加配啥咯？係啊，我說。歸屬嘅創詞，冇講到乜嘅美人啦，冇講到結婚嘅事哦。唔過夾嗰種啊，希望到最尾嘅嗰種無奈何，再透過鳳蓮嘅比方啊，留夾嘅心情表達到保守又凄美。哦，你係要尋關鍵出氣球嘅比方，錯嘛？唔變錢呢？我講啊，即係攞咁大嘅比方，有一首山歌一樣，頭當帶力莫徛渣，外國有數莫廉價，一壺難裝兩樣酒，一樹難開兩樣花。你係意思係細妹人希望細來賺錢？唔看一連用嘅帶力嘛，就唔是徛渣，還有後背兩句啊，扶老樹三樣東西來做比方。佢真係當有意思咧。係啊，有嘅時節啊，嗬，像安樣嘅物品嘅比方啊，做得了同吟詩啊，產生嗬當神奇嘅結合喎。特別兩棟梅竹嘅片，當多人傳唱嘅蘇帕斯，蘇到明朝人彭夢龍所編嘅山歌實踐地圖。死怕咋，上死只怕，卡多數心，哪多數空，看來看去，看到嘅都係事，無情嘅相思。